火焰之内，跟我们阿美星夜节的意思，火焰好相互，火焰。
春的这个父亲节，邀请在场的所有朋友们一起到场中来体会一下这个迎神送神的仪式，大家一起来共舞，好不好？请大家热烈参与，热烈参与。不知道怎么跳，那就一起跳。谢谢，掌声，热烈的掌声，给他们一个热情的回应，好不好？好，一毛，最高潮的是。邀请我们在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跟我们这个文化交流的日本团体重实现好心情啊！一起来共舞，一起来共舞，没有关系。医生可能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了啊！其他人也没有错，我们大家就是要放松，好不好？放松，放轻松。难得来我们多人山下，就是要参与这种活动，踊跃一点，来！好，这个古巨基的啊，来之前是电歌队的朋友。